天時不如地利將。孟子《公孫丑下篇》。孟子曰：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都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國，患而攻之而不勝。夫患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也，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戒，故國不以山溪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親戚伴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伴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